你可以簡短咁樣講下你嘅經歷。2022年嘅時候，咁我就通過寫信嘅方式同我阿媽 come out 啦。佢覺得冇可能，咁佢覺得係咪自己教育有問題啦？係大約喺 Form 3下學期嗰陣時就發現自己中意女仔啦，可能因為上一代佢傳統觀念，佢冇辦法一時之間接受到自己個女仔追女仔。咁可能呢種係佢哋慢慢逼自己去面對我有女朋友呢件事情所作出嘅改變咯。我哋彼此講嘅嘢比較唔係心連心咯，即係佢覺得你咁做係其實因為你係同性。其實佢覺得自己好似係被人才嘅，或者係覺得我哋喺埋一齊呢個決定係錯嘅。我冇辦法去俾到佢想要。平民百姓之間會理解，但係你如話去到醫療啊、政府啊或者政策方面係冇呢方面嘅支持嘅。佢係咪講緊我？佢係咪講緊我啲咩嘢？變咗問題。係。然之後嗰陣時我就因為呢啲情緒啦，我就會成日逃學。咁我而家其他你要對我要求已經達成到啦，但係因為我係同性戀呢件事情，你會覺得我嘅價值或者我嘅才能係埋沒咗嘅。咁我覺得係覺得自己好失落咯，就係覺得佢哋唔接受我。其實我最想睇到變化真係可以喺香港可以同性戀係可以合法結婚，但係我好期待社會上面可以對同性戀多啲包容啊。